1、2、3。好，第一個題目。第二個字，四。眉。擦眉擦眼。哇，好，得啦。第二個係第二個。幾多個字最緊要？3個字。第一個字，盲。佢冇講盲公竹。好嘅，哇，兩題啦已經。係。幾多個字？3個字。第幾個字係咁啊？第一個字雞，第三雞腳，鳳爪，雞腳，雞咁腳。好嘅，哇，三題嘅題，大家幫手記住幾多題啊 ？OK。第幾個字？2個字。4個字，係。第二個字靚美。第3個字仲係出嚟啦，係咯。第2個字美。係咩？特啲動作係咁。佢做得出嚟嘅呢幾樣嘢。身材差唔多。第2個字貌。第2個字美，第4個字係。next OK， 3秒，仲有1分鐘。4個字係。第1個字，4個字。4個字。第1個字大屋酒香文花花式溜冰。好嘢，再嚟。哇，係咪4個啊已經？得。4個字。仲有30秒。pass 咯你。pass。4個字。30秒。文雞起舞。好嘢，5個啦，5個啦，係咪？3個字。第1個字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啦，好完。OK，好，哇，好犀利啊，真係。